各位街坊，聽老林一句勸，如果你仲係咁樣食隔夜羊，你根本係喺度玩命。唔好以為我嚇你，呢個係啱啱發生嘅真人真事。最近有位住喺觀塘雲漢村嘅70幾歲老友，平時身體不知幾壯健，日日仲去公園耍太極，就係因為食咗碟喺雪櫃擺咗3日嘅贈酒，半個鐘都冇就全身發紫，直接送入 ICU 插喉。點解搞成咁？醫生話佢犯咗一個全香港90%人日日都做緊嘅飲食大錯，以為自己係知慳識儉，其實你可能係一步步推自己落深淵。今日老林一定要撕開呢個陷阱，救你自己，更加係幫大家慳返筆巨額醫藥費，救你自己，更加係救你全家。聽到呢度，好多街坊可能即刻衝去雪櫃，諗住將呢啲通通倒晒落垃圾桶。咪住，老林唔係叫你做大嘥鬼喎。我知大家較錢辛苦，唔想嘥嘢。其實雪櫃入面80%嘅隔夜餅，只要處理得好，係食得嘅。問題係剩返嗰20%先係真正嘅殺手，尤其係以下呢3種，千祈唔好留隔夜喎。佢哋唔單止冇營養，擺得越耐毒性越強，排喺第一位嗰樣。我咁講，你個雪櫃依家可能就有。殺手1，綠葉菜，亞硝酸鹽之王。第一種就係我哋廣東人最愛嘅綠葉菜，好似菜心、白菜、菠菜呢啲，好多人以為菜最健康，留過夜都冇事，錯晒啦。綠葉菜本身含有硝酸鹽，煮熟之後擺過夜，細菌會將佢變成亞硝酸鹽。呢啲嘢你就算第2日再煮滾佢，熱反透佢，都係殺唔死蝕。長期食就好似每日自己食慢性毒藥咁，致癌風險倍增。如果你覺得慢性毒太遙遠，咁第2種食物你就要小心啦。佢一旦變壞，唔係幾年後出事，而係食完之後，今晚就可能搞到你抱住個馬桶痛不欲生。殺手2，半熟蛋同海鮮，細菌培養皿，冇錯，就係大家最中意食嘅溏心蛋同埋海鮮。魚、蝦、蟹呢啲高蛋白食物，一旦過夜，蛋白質降解之後，會對肝腎造成好大負擔。特別係嗰啲煮唔熟嘅溏心蛋，本身就容易有沙門氏菌，擺多1晚，簡直就係細菌嘅5星級酒店，繁殖速度快幾百倍。老人家腸胃弱，食咗分分鐘脫水休克。不過講真嗰句，上面嗰2種頂多係搞衰身子或者肚痛，第3種先係真正嘅閻羅王請帖。頭先嗰位阿伯點解會入 ICU？ 就係因為佢唔小心留咗呢樣嘢。殺手3，泡發嘅木耳、銀耳，奪命毒素，記住啦，就係浸過夜嘅木耳同銀耳。好多街坊貪方便，一次過浸一大盤，食唔晒就擺雪櫃。你知唔知木耳浸得太耐，會產生一種叫米酵菌酸嘅劇毒？呢種毒冇藥醫業，死亡率高達50%以上。就算你攞去高溫油炸都消滅唔到佢。為了慳嗰幾蚊雞木耳，賠上條命，值唔值先？聽到呢度，係咪覺得好驚？以後唔敢帶飯嘅？淡定，只要避開呢3個地雷，其他肉類、瓜類其實係可以留嘅。不過留隔夜料都有黃金法則。好多人第一步趁熱放定攤涼先放，就已經做錯晒。做錯呢一步，細菌即刻暴增20倍。想知點樣正確保存？老林教你簡單3招，既慳錢又保命。好啦，嚟到最關鍵嘅一步，到底晴凍要點樣保存？我有個 friend 叫強哥，佢每次食完飯都要將啲
靜靜攤喺台面2個鐘，話要等到完全凍晒先敢放入雪櫃，驚熱辣辣會整壞部雪櫃。如果你都係咁做，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。聽清楚啦，清稱一定要趁熱放，係趁熱喎。點解？因為食物由60度降溫到5度呢個過程叫做細菌嘅舒適區。如果你將碟嚟攤喺台面，慢慢放涼，就等於俾足2個鐘頭時間啲細菌開 party 生仔。相反，你直接放入雪櫃，雖然係會稍為用多咗個少少電，但可以令食物極速通過呢個危險溫度帶，細菌根本嚟唔切繁殖，就已經冬眠咗啦。用幾毫子電費換全家人嘅健康，呢條數你識計啦。除咗要趁熱放，老林再醒你3個保命貼士，做足呢幾步，隔夜照樣實得安心。公筷係必須嘅，最好先分好後開餐。好多人習慣食剩先諗住留，其實咁樣已經太遲啦。因為我哋食飯嗰陣，口水入面嘅細菌會經由筷子傳落碟皮度，擺一個下晝，細菌就已經喺入面生兒育女。所以老林教你，如果一早知煮多咗食唔晒，一熄火趁熱就裝落密實，密封好，直接放入雪櫃。咁樣點未經過大家口水洗禮，乾淨得多。第2日食都安心好多。密封容器只有玻璃同陶瓷先至萬無一失，千祈唔好貪方便，用街邊嗰啲舊嘅膠外賣盒，甚至直接成碟塞入雪櫃就算。雪櫃面有好多雜菌，唔封好會交叉感染，而且翻熱嗰陣舊膠盒好容易因為高溫釋放出塑化劑。最好用有膠邊嘅玻璃或者陶瓷密實盒，既可以做到完全隔絕空氣，維持食物口感，又唔驚有化學物質滲出嚟。記住，保鮮盒嘅膠圈都要洗乾淨，嗰度最藏污納垢，徹底加熱，中心溫度係關鍵。第2日由雪櫃拎出嚟食，唔好是是但但叮一叮，暖暖地就算。細菌最中意呢種溫吞吞嘅環境，一定要徹底煮滾，或者用微波爐叮到冒晒煙，中心溫度起碼超過70度，最好維持熱反3到5分鐘。如果係湯水類，一定要見到佢翻滾，咕嘟咕嘟聲。如果你聞到碟料有一丁點酸味，表面變黏，或者顏色暗啞咗，唔好覺得嘥嘢而夾嚟食，唔好猶豫，即刻倒咗佢。各位街坊，健康其實唔難，最緊要係打破舊觀念。好多人覺得老人家講究養生係怕死，其實我哋唔係怕死，我哋係想健康啲、精神啲，唔好連累仔女，多啲時間陪下孫仔孫女，係咪？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同埋分享俾你嗰個最中意攤涼先放雪櫃嘅朋友，嚇醒佢。我係老林，用最簡單嘅方法過最健康嘅生活。下集見。